歡迎來到生活語文頻道。卓朗，想問下你知唔知今日是什麼節日？我梗係知啦，今日係中秋節。我仲知道中秋節嘅起源來自於古代祭月嘅習俗，在唐代的時候就成為咗固定家庭團圓的節日。哇，睇嚟你都十分之了解中秋節嘅節日嘅由嚟喎。中秋顧名思義是指農曆8月處在秋季嘅中間，所以因此得名。冇錯，8月15日這一天的月亮是一年中最為明亮且圓滿的，所以這一天便成為了賞月的好時機。又大又圓的月亮既象徵着團圓和勞動人們對豐收的期盼。到了明清時期，中秋節現已發展成同元旦齊名嘅大節日，成為咗合家團圓分享美食嘅節日。卓朗，咁你又知唔知有什麼與中秋節日密切相關嘅傳說呢？我知道啊，嫦娥奔月的故事。相傳古代的時候，天上有10個太陽同時出現，曬得莊稼枯死，民不聊生。一名大力無窮的人叫做后羿，他十分同情百姓的遭遇，於是他登上崑崙山頂，拉開神弓，一口氣射下9個太陽，並嚴令最後一個太陽升起為民造福。因此后羿受到百姓的尊敬和愛戴，並娶了一位美麗的妻子，名為嫦娥。后羿射日嘅消息吸引咗好多人想要同佢學習射箭，其中一名叫做伏毛嘅人，他為人十分之奸詐。後嚟一日，后羿在崑崙山狩獵時偶遇咗老朋友西王母，西王母便給他一粒長生不老嘅藥丸，並告訴他食完之後就可以馬上升天成仙。后羿將長生不老藥交給嫦娥保管，卻不曾這一幕被心懷不軌的童蒙看到，於是童蒙就趁後日外出打獵的時候，逼迫嫦娥交出不老藥。危難之間，嫦娥當機立斷，取出不老藥並吞下去。吞下藥丸的嫦娥立刻身輕如燕，雙腳離地，慢慢飛升。后羿回家後，看見家中一片狼藉，而妻子正飛向了月宮。悲痛欲絕嘅后羿仰望夜空，呼喚愛妻嘅名字。這時他驚奇的發現，今日晚上嘅月亮特別的圓，特別嘅皎潔明亮，而且月亮中還有一個影子，酷似嫦娥。於是後日便命人擺上香案，放上嫦娥最愛吃的鮮果和食物。百姓聞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後，紛紛效仿在月下擺上香案，向着月宮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。因此中秋節拜月的風俗便在民間傳開了。等我學你啦，你知唔知中秋節嘅特色活動有哪些？大家會外出賞月、點花燈，還會舉辦猜燈謎、彩燈會等活動。大家一起賞花燈、吟詩作對，為節日增添氣氛。許多地方亦會舉行社區慶典，表演舞獅、舞火龍等民族表演，吸引大量嘅人群參與，令到呢個節日更加熱鬧。除咗傳統嘅家庭聚會，還會有很多額外的文化活動，享受音樂、美食、手工藝品展示。這些活動發揚咗中秋嘅文化，亦都增強咗社區嘅凝聚力。咁我又想問啦，你覺得作為一名中學生，應如何透過中秋節發揚傳統文化？可以舉辦校內中秋節活動攤位，來幫助學生沉浸式體驗傳統文化，推行傳統節日集中問答比賽，來增強學生對於傳統文化的了解。
講得太好啦！而中秋節燈籠製作工作坊亦都可以幫助學生去了解傳統手工技藝。好啦，唔知我哋嘅介紹有冇令到你對於中秋節呢個節日有更深入嘅認識呢？敬請期待下一集嘅生活語文頻道。